2024年 APEC 会议11月初展要伫咧秘鲁起稿，总统赖清德原伊是亲身主持记者会，召开咱这会代表总统府资政林信义。赖总统嘛甲交代3项要传达予国际主张，林信义嘛强调讲一定会完成任务。 我们先看向正前方的媒体区。两人握手，代表总统赖清德邀请总统府主席林信义担任2024年 APEC 两国领袖代表，并且当场请林信义在 APEC 期间向国际社会传达3项重要主张，也就是台湾积极贡献国际社会，支持国家公平、国家有包容性的国际贸易体制，也个愿意促进甲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数位贸易发展。 广为宣传台湾对 APEC 的正面贡献，尤其要让各经济体清楚了解台湾历年来在 AI、数位医疗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贡献。台湾愿意和 APEC 伙伴携手打造一个更公平、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贸易秩序，展现出台湾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意愿与其他经济体之间。 促进数位贸易以及展开相关的合作。赖总统讲，今年77岁林信义，伊的经历横跨公司部门，也捌担任过2005年韩国 APEC 领袖代表。政党人士讲，伫咧考虑今年领袖代表人选时阵，是赖总统主动提到林信义。伊对林信义2001年参加杜哈 WTO 部长会议时阵。 伫咧中国压力之下，坚持咱的立场，成功争取台湾立会表现印象正深，所以才会入选。总统交付给我的任务，我也在此向总统报告，我们代表团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我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呢，与各会员体的领袖代表，透过双边或者交流，展现出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中是一个良善。 可以信赖、负责任的成员，为台湾争取到更多国际友人的支持。林信义讲，伊感觉责任正重大，一定会全力完成使命，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互助、互惠、互保的意愿甲精神，为台湾争取更加侪国际社会友人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